我加落的时间，俺们就想讲，安尼俺们是唔是来美容好一个新的语言，像生意的安尼，吃盐的个环境比不会好合法。所以个时间，我就用轻松的方式，留美不成留美容，好一个新的语言。也个就哑脸痛，当过我们咩先种邻国，我们也其他个手工拢会听说嘛。因为哑脸条一种条的吼，一个神奇，以全台湾，就会觉得伊是最明星物种的鸟种，因为伊长上个咱们讲，而且伊是一妻多夫，伊长买有其他 logo， 伊连寒天同热天的时节，伊连那个做个衫裤无相同，寒天的时节就卡其色制服，热天的时节就五拍米个重，钢筋那种金的个钢筋，个浆安尼。大部分的美容头摆有嗰度哑脸，伫当过，问题热层来做蓄水防洪灌溉，所以个时节，俺的哑脸条就唔见系了呀。伊来美容就系好伫哑脸痛，一开始寒天拢伫当过失宠的，所以伊抢失宠的。等到做对的时节，热天、春天有比较的，因为个栖地还不稳定，它的巢也个很多民间集资栖地，其实也个是2017年的时节，我老公拄好退休，第2年，俺们拢有看条的，伊就发现一种水蛭奇怪寒天就1只2只，就引来引到只，到2017年到14只，捕拢了一片水母。然后因为一种条的热天过强，不过伊个奇怪，伊来美容就抢伫寒天养来，20条伫哑脸痛，一片就哑脸痛，天数是虫的。春天的时节，因为它们有领域性，爱做掉爱穷地盘，俺们那边无腐叶植物不易做掉，水蛭无法度伫个哑脸痛，个时节无法度做掉，因为伊连熟的时节、做掉的时节、产卵的就爱采收的，俺们就搞伊技术安全用药，不易产卵安尼，卵产好了以后上爱不易出籽俺讲出籽要是上面呢，伊讲唔怕啦，就不能吃啦，所以俺们第1年试验成功。俺们是希望也个200公顷的个哑脸痛，下一摆拢做得做俺们哑脸条的个富裕的天堂。